你们记得我的生日。生日就是生日啊！谢谢点点，谢谢亮亮，记得我的生日。等一下，还没有插蜡烛哎。对，彤彤姐姐，你今年几岁啊？我今年几多岁？我今年几岁？这是女生的秘密，不可以说啦。不说怎么插蜡烛啦？那亮亮，你今年几多岁啊？我今年5岁啊。我今年4岁。哦，你们两个都好小哦。那彤彤姐姐很老了吗？哪有啊？我也只比你们大一点点而已啊。可是你刚刚比来比去，好像大很多没有啦，只有几岁而已啊。真的。没关系啦，祝你生日快乐。今年几多岁？今年几岁？亮亮，你今年几多岁？我今年5岁。哦，那亮亮，你有想过几多岁要结婚吗？几岁不重要，遇到真爱比较重要。真爱？亮亮，你还这么小，你知道什么是真爱吗？我知道啊，像我对彤彤姐姐就是真爱。你是在跟我告白吗，亮亮？生日，哇，这个蛋糕，这是要庆祝我的生日的吗？不是啦，这个是我等一下要吃的。啊，我的生日什么都没有。今年几多岁？生日，2句客家话你学起来了吗？哈克乌拉拉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张磊亮。